有冇諗過，如果有一日突然唔喺度，你嘅屋企人仲知唔知你未講出口嘅心意同安排？有冇諗過，萬一有日病倒，講唔到自己嘅意願，邊個可以幫你處理財產，照顧你嘅生活？又有冇諗過，你一生辛辛苦苦累積翻嚟嘅財富，係咪真係可以按照你嘅心意留俾最想照顧嘅人？安心三寶就係為呢啲擔憂而設，我哋致力向社會推廣預設照顧計劃，並透過應用程式協助公眾輕鬆建立3份重要文件：遺囑、持久授權書同埋預設醫療指示。第一，遺囑保障你嘅財產分配、子女照顧同喪禮安排都可以完全按照你嘅意願去執行。第二，持久授權書喺你失去行為能力嘅時候，授權你信得過嘅人幫你處理財產事務。第三，預設醫療指示，清楚表達你對末期醫療安排嘅意願，令醫護同家人都可以尊重你嘅選擇。點解要揀安心三寶？透過我哋嘅應用程式，你可以用388港元輕鬆製作3份文件，免卻高昂律師費，隨時隨地用手機完成規劃，簡單、自主、安心。全部文件樣板都由香港執業律師根據本地法例起草，文件製作之後可以揾我哋轉介專業人士見證。資料嚴格遵循個人資料私隱條例，保障你嘅個人資料絕不外泄。唔識用唔緊要，我哋喺 YouTube 有一系列教學影片，幫助你輕鬆制定文件，或者你都可以揀通過我哋介紹律師醫生制定文件。安心三寶，用手機規劃未來，用行動表達愛，俾每一個家庭都能夠以合理成本擁抱安心未來。如果你有任何疑問或需要協助，歡迎到我哋網站 WhatsApp 912772273，或者加入我哋嘅群組了解更多。記得 like 同 share，將安心傳開去。